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疫情指挥中心针对自主健康管理的人有明文的规定，讲袂当来参加到自餐，或者是聚会，像这个开会、像听这个演唱会，嘛袂当去餐厅食围炉。感染科位专家来分析，因为伫咧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，有1%的人有传染的风险，所以要完全杜绝，袂当去人济的公共场所，违法者相当罚30万。都不会累，我已经跳了7天7夜。不管你我想要去自主健康管理的人，一定要忍7天7暝。5月天跨年演唱会有7位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去现场，互警方带走。为着避免搁发生，疫情指挥中心规矩讲互清楚。不管去听别人唱歌，要是唱歌互别人听，拢袂使。就算超过检疫14天，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就是袂使去人济场所，所以禁止去甲人食饭、参加活动、唱开会、唱 KTV。若违规，照传染病防治法相关罚30万。这样太危险。安尼确实伤危险。自主健康管理局也是有传染的风险。在隔离14天之后还有传染力，比如说。在可能差不多1%的人啊，他的新冠病毒感染，他的潜伏期是超过14天的。14天之后不保证说完全没有病毒。另外就是说有时候会担心说，你在那个检疫或隔离的时候不小心被接触的人传染到病毒，这个可能性也有哈。自己在自己家里面呢，有自主健康管理的人，他还能跟大家一起上桌吃饭吗？我想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就是不要到外面去群聚的地方了。那在家里的话，当然是无所谓。各位小主，万福金安。忍7天确定无代志，才会使真正万福金安。